家来到微醺的直播间。有一种强烈感觉，心跳在下坠。有一种强烈错觉，身体被撕裂。有一种幻觉，像梦，却又轰轰烈烈。有一股强烈思念在心中攀升，有一点忘了孤单是什么感觉。回过神发现自己独自困在房间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还能说些什么话表达？还能做些什么事？挣扎才不会显得尴尬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虽然牵着手已经感到复杂，也只能这样拥抱后随它去吧。有一股强烈思念在心中攀升，有一点忘了孤单是什么感觉。回过神发现自己独自困在房间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还能说些什么话表达？还能做些什么事？挣扎才不会显得尴尬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虽然牵着手已经感到复杂，也只能这样拥抱后随它去吧。还可以爱吗？要做些什么话表达？还能做些什么事？挣扎才不会显得尴尬。我们还可以爱吗？手已经感到复杂，也只能这样